他今天唱把枪了，配给他枪了，配给他枪了。我从来也跑不上，你乐极了冲那枪了，配给他枪了，配给他枪了。就赶上你的三家，你妈家的跑上枪了，配枪了，配给他枪了。枪他妈东山下你，东下的就身本在你，东你把东山的老你，东阳庄外面在你，东什么把东山的老你，东说的那娃他也在你，东也把东山的上你，东说的日把家人在你，东将来来一来一学，说的林波加一加一学，说的呀么说。给当着，当时的那是用着，那你的那我的用着，当时的把手下一看东边那个地界，但是啥时候那一穷一动，当时东山东木山着，从公交山安公那，过你的爱你娘家，你讲话阿婆大人家，手三个婆婆三张着，家就二个是平了，周围这给学的人数家就是有传播，那咱都直接吃，谁吃？此刻看到的，这是一场羽量级的对决。蓝方运动员来自中国蒙古族的白涛，红方运动员则是来自中国蒙古族的藏族的运动员裘多吉。两个人都是正架，目前穿着灰色短裤的啊，这是裘多吉。裘多吉今天的边角团啊，真的是星光熠熠啊！有刚刚拿到过我们武林龙中队金腰带的黄月乐，还有猛河闯王俄勇。一众的好手啊，而且他也是，一扎的弟弟，这也是我们武林龙中队的金腰带的获得者。所以他的绰号也是二扎，这也是他在我们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。而他的对手来自蒙古族的小伙白涛，则是已经有了5战2胜3负的职业战绩，出手给的不错，太漂亮！一拳打完之后进内围。对，后摆给的不错，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啊。在拳的打拼上，目前白涛的侵略性明显比对手要更强一些。刚才我们主持人刘文也说，羽量级这个级别是他最喜欢的级别，的确兼具了速度和力量，而且一众的好手啊，在技术层面也是，几乎天花板一样的存在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的2位年轻运动员他们的表现。在纸面数据上，白涛身高是3公分的优势，臂展上是裘多吉有5公分的优势。两个人来到龙网边，给一膝之后推开。前次出去之后还是要往里去打。两位运动员打的都还是比较小心。那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，可能和大家平常看自由搏击的比赛不大一样啊。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，也就是我们 YFU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，每回合是5分钟的时间。而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中国漯河，在漯河体育中心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。漂亮，后手轮摆给的不错。白涛在站立端的击打当中侵略性还是非常的强，但是防守要做好啊。中线裘多吉已经连续的3个前刺打到了，在臂展上略微有5公分的优势啊，而且裘多吉这边在距离上控制的还是不错，前手拳基本上塞得很准。又是一个前手，但是目前前手没有太多的力量感在啊，但是对于白涛来讲，就是一个必须要提起自己的注意而去防的。那如果在迎击的过程当中能够打上一拳有力量的输出，那对白涛来讲还是很危险。又一个前直塞进去了，漂亮，拳换腿，对，要把
距离控制好啊。其实作为白涛来说，还是有这样的能力的。又是一个后手塞进去了，还是中线啊，这个就能说明不少的问题了。而且击打的效果、累计的伤害做得不错。我们看，白涛目前鼻腔应该是有微微出血的情况出现了，已经。又是一个前刺。对，在对峙的过程当中，作为白涛来讲，要么你就不要等，先把进攻端的输出压力给到对手，要不然你的前手啊，就对手的前手过来之后啊，你要做好防守或者把它给挡掉，要想得更清楚，而不是硬扛这一拳啊。但是目前我们看来，就这拳扛完之后的这个结果啊，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又是一个，对。得亏现在球多局这边前手拳的力量不大，漂亮，后手塞进去顶膝，又给一个后手的平勾，两个人出来继续回到站立，哎，抱摔了，保住了，给上蹬，去击腹，控制对手一个脚踝，球多吉还是打得比较聪明啊，现在在找机会，控制住一只脚，还是要找机会去做下砸。场裁王金刚老师不能忍了，因为在下位的白涛并没有太多的动作出现啊，所以根据我们比赛规则，还是把他叫起，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当中。因为对于综合格斗的比赛，他一向都是在鼓励进攻，所以对于刚才这样的情况来讲，裁判会认为当中的一方就是刚才在地面上的白涛蓝方运动员，有点消极应对比赛的意思，所以还是把他叫起，两个人继续回到站立端。抖音。